人遇到問題時，通常第一反應都係點解又係我？點解我成日咁失敗？點解別人要咁對我？點解我永遠都唔順利？表面睇好似只係一個問題，但其實你問問題嘅方式，往往已經決定咗你會陷入情緒，定係開始成長。因為當一個人不停問點解係我，大腦通常只會開始尋找委屈、失敗、受害理由，慢慢地，人就會越諗越消極，越冇力，甚至開始覺得自己根本改變唔到任何事。但真正聰明、有智慧嘅人，通常會換另一種問法，佢哋會問：我而家可以點做？我要點樣先可以改善現狀？下一步我可以做啲咩？你會發現，當問題一改，大腦思考方向都會完全唔同，因為前者會令你困喺情緒入面，而後者會逼你開始尋找方法。人生好多時候都係咁，事情發生咗，其實已經發生。真正重要嘅，從來唔係你花幾多時間問點解會咁，而係你願唔願意開始思考之後可以點。成熟嘅人會慢慢明白，人生未必公平，但情緒解決唔到問題。有時候同一場失敗，有人會不停埋怨命運，有人卻開始思考下一步，最後兩個人就會走向完全唔同人生。所以當你下次再陷入低潮時，不如試下停止問點解係我，改為問自己我可以點樣令事情變得更好。因為真正改變人生嘅，很多時唔係答案，而係你提出咗一個咩問題。